注下兄弟们，多接200个的关注下，帮上的关注就加入的破烂和交个这里送的过去，加上300的么人家个关注加入的，加上300的么人家个关注加入的什么能吧？天朝人的江大节人口。江大间隔2时尚的这个江大的美女榜四能不能100个人关注下，他喜欢你了，不知道兄弟们，真的榜四就100个人关注下，加上1万跟这嘛的没加个关注接入卡住，加上2万点关注，万九点关注，汤巴汉子点关注，谢谢你们兄弟们。索南点关注。但你这个帮一帮你呀，帮一帮你呀，听不懂吧？帮一帮你了。个商品橱窗看到没有？我们家大哥在橱窗，因为他等级高，所以他可以在橱窗里面加很多又便宜、质量又好用的一些东西。帮一帮你，没加的给关注接着帮一帮你呢。没加的给关注。都有，又便宜又好用，大家可以去旭日哥主页橱窗选购，因为它等级高，所以它的权限高，它能加到很多别的地方买不到的那种产品。家人们，我们都去选。帮一最后10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帮2这个美女100个人关注下，多接帮上多接10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帮上多接80个人关注下，帮是江大美女8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帮我点关注，帮我50个人关注下，加上2万的，加上200点关注，加上200点关注，加上700康巴汉子点关注。大家你怎么个中卡得整个？利息加结差嘛？看主要是，谢谢大哥破费了，你忙了做大娃嘛的。图他结差的节目呀，说惩罚。不懂的，或者是对国学这方面感兴趣的，都可以给旭日哥发私信啊。什么感兴趣的发私信什么？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港翅感兴趣的，可以给港翅发私信。但现在我就惩罚怎么做？你说。给你哥哥打电话开免提，你就说哥哥，这2天我跟嫂嫂相处得很愉快，我们俩过得很幸福。嫂嫂也说了，她最爱的人是我，不是你。哥哥，你可以晚几天回来，我想跟嫂嫂一起再过几天2人世界，可不可以？打吧。开免提啊，开免提，用普通话。什么哥哥？哎，哥哥。在干嘛，哥哥？在弟弟。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哥哥你放心，我跟嫂嫂我们2个一直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2个过得很开心。你能不能时间长一点不回来家，哥哥？可以。好，弟弟，可以。哥哥。这样的话，我们2个的嫂嫂。他就爱上我了，哥哥，有可能你就淘汰了，你不生气吗？不生气，没事，弟弟。哥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可以，最近生意。嫂嫂特别爱上我了啊，哥。好了。那能不能你3个月还有3个月，能不能你不回家，哥哥？可以。这样的话，哥哥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有啥意见？你说我。对，哥哥，我的哥哥端着逻辑真棒。哪有？在家里，哥哥。你这那是可哪有？真的在家，哥哥。昨天晚上嫂嫂给我做饭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哥哥。他给我做过的饭，你从来没有做过，哥哥，你不要生气啊。好。他昨天晚上给我炒了一个3菜1汤，哥哥。
啊，你这样吃过吗，哥哥？没有，那哥哥，你能不能还有3个月不回家？可以，好，哥哥，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我和嫂嫂我们2个玩的愉快开来啊！啊，好，哥哥，拜拜，晚安。拜拜。3分钟。你这不像打 PK 做惩罚，你这全是心里话，你这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哎呦我的妈！尤其是哥哥，你这3个月不要回家了，你说了好几遍。你多不希望你哥哥回来呀、你哥挺仗义啊，你哥挺大度啊，格局好大呀。真的，哥对我真的特别好。刚才我这边有一个小孩，小小的有一个嘛。啊，你看嘛，我们2个的小孩，你和谁的小孩？就刚刚小小有一个现实，我给你看了嘛。你和你嫂子的小孩？就哥哥我们2个的。不是你的还是？还有那个小孩的这个声音像我，他唱歌的时候声音好听的很，这个小孩真的。就是你也分不清到底是你的还是你哥的。我肯定不知道呀。不是日子上算不出来吗？日子上有时候算。哎，放手！该做的惩罚全部做完了，再放他干嘛？太乱了，家人们，这也太乱了，这也太乱了。怎么太乱了？玩的开心，喝的尽兴呀！一个在外面跑出去做生意，钱挣过来的人家里打过来，我们在家里刚好就一样嘛，压力没有。哦，对对对，这样心理压力没有呀。哦，对，有道理。哦，对。我跑出去那个赚的钱打到嫂嫂的卡上里面，哥哥的钱赚回来那个打到我的卡上里面。哦，两步，你嫂嫂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可以收获到2倍的幸福。我嫂嫂是幸福女人，真的。对，你看有2个男人宠她爱她，你看看多幸福呀！天哪，那你祝你们3口之家能够永远这么的和谐幸福。多谢。你说你们3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多好，你非得在外边再找53个老婆，你这不多余吗？这个是假装找的嘛，真正的一个都没有呀。假装找的啊，真的，你就你嫂子一个女人。真的假装找的呀，真的是这样找的好，我嫂嫂受得来吗？肯定是生气呀。那你外边那俩孩子是你的吗？就这4个都是哥哥我们2个的。这外边再没有别的孩子了。统一大大，你可不要提醒他，你提醒他也看不懂什么字儿。这么多的一个资料提醒了，我一个都看不懂，真的。哎呦我的妈！啊，这就是叫传说中的对牛弹琴吗？我这个资料多的很，他真的那里真的是。对牛弹琴。他总是光发说小心点，不要说话，小心点，这样给我发字的话，我会懂。他那个资料，这一盒全部是资料，我听不懂。给了你一张黄牌，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好，正能量。好，不聊你家庭上的问题了，好吧？我家庭上挺好，过得很好。过得很好，行，只要你们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对。你们要幸福一辈子啊！肯定嘛，这个是白头白老。白头到老。我小孩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什么阿皮？白头到老。白头到老。白头到老。你们2个怎么知道？这当然知道了，要不然学白上。啊？
不知道的，我们学白上。学白上什么意思？对，就是那这忙着呢，大一个。哎呦，那忙着呢，就把人也得。知识的力量，为什么从小要抓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对好好学习？那些聪明的很啊，小孩那些。你就是让小孩接受教育，一定要从小接受教育。人家爸爸妈妈小孩教汉字汉语嘛。对呀，我的话小孩教我。要不然你看你连官方给你的提醒你都看不懂。对。你是什么毕业的，港池啊？就这了是。欢迎我李哥。毕业。我没有上过学，怎么毕业？那你让你的孩子好好教教你吧，毕竟在抖音平台还是要把字儿先认全的。孩子那些3个都聪明的很。对，偶尔就是官方有一些提示什么的，你得看得懂，得注意下一次不要违规。马上 pause 用就行。感谢我冷风哥哥，谢我冷风哥。哎，嫂嫂，他就小白菜吃了啊，那个你要把垫子，这样的话肚子会痛的。你饿了的话，妈妈这个做饭嘛，过去。哇，真是个好爸爸，多幸福呀！让你哥哥晚点回来好不好？这样好幸福。3个月不能回来时，他说好事，真的说。那3个月。我给他说，哥哥你先忙吧，3个月不用回来，我们再过得很好时。他说好，抓紧时间啊，争取能有你一个完整的、独立的2个你的孩子。这2个都是我的事，你看一下鼻子，过来。哎，我不看了吧，小孩不能上镜吧？不是这样可以上，这样可以上，这个我知道。先看个鼻子嘛，先看个鼻子对。港池，你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听实话。大概率的90%以上的不是你的。因为他的鼻子，他是那种纯肉鼻子啊，然后你鼻子稍微带点沟，传说中的鹰钩鼻。你看嘛，我鼻子好大呀，宽得很呀，而且这个东巴说什么？高鼻梁而且我这个没有高鼻梁，他也没有高鼻梁，你看嘛，他的高鼻梁一个都没有。这个男的更像，真的，我们邻居整个人都说这2个是我最像的。你过来，这样看一下，这样落下鼻涕。你这个男的，人家女人都不怕，你男的怕什么？过来。等会。就半米，是不是都无所谓？放什么？真的是，你看嘛，这个也高鼻，往推一点，高鼻梁一个都没有，你看嘛。真的全不是，那这些孩子喊你什么？爸爸呀。肯定喊爸爸呀。啊，他们叫你爸爸。你叫我什么？阿爸。阿爸对。那叫你哥哥叫什么？阿公。阿公。哎呦。叫你爸爸，叫你哥哥阿公。阿勇就舅舅的意思。那这4个孩子都喊你爸爸？肯定嘛，我经常待的时间长嘛。凭什么？这个都像我的。都是你的。这个都像我呀。那你哥哥的呢？不是他哥哥忙得很。Tadi jamu ti nyolo wat da goat kor nyamalo to Tati mo zoche tamati number
闹了半天，这4个没有一个是你哥哥的。啊，家人们，不行，再聊我肚子要笑死我了，今天。我哥哥说实话啊，我哥哥出了一件事情，应该在身体上面。妈的！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太丢人了！哪有你这样的弟弟？什么都往外说，家丑不可外扬。要说简单的话，弟弟没有的话，小孩一个都没有。他妈的屌！怪不得3个月不回家也没事。为了弟弟的感谢，他3个月不管3个月3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没啥作用。我靠！你哥不会在你直播间不会气吐血了吧？他会看着我的直播，难看的，他自尊心不会受伤吗？他就有点尴尬的，其他没什么。你怎么？然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哥哥不行，不是你什么不你这样子，很软。那你为什么还叫你嫂子叫嫂子呀？你干脆叫老婆好了嘛。人家那些美女面前，我就叫她嫂子的话，我好一点。就我们两个在家里时候，我肯定一直叫她老婆呀，真的。她这个女人心大的很，不存在叫嫂子也不开心，叫老婆也开心，这样不愿意不存在，叫什么都可以。哦，好，这个话题不说了，有点敏感了，好，不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祝你们幸福，幸福快乐嘛。祝你们对每天都要这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对对对。然后友情提醒，咱们都是好朋友了，无所谓了。在别的直播间，还是不要再说你哥那个什么的事儿了吧。好的。就是毕竟，这种事情就是不是太光荣吧？这种事情。有点光荣。对，你跟别人不要说哈。不会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也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你秘密嘛，其他不要说。啊，对，直播间的家人们，帮他哥哥保守秘密，能做到吗？能做到，公屏扣1来。来，哥哥姐们，能不能帮哥哥保守秘密？能保守秘密的，会的。公屏扣1，出了这个直播间谁都不许说，知道吗？出了这个直播间，咱们谁都不要说，好不好？哎，能保守秘密，咱们公屏扣1。好，扣2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会替他保守秘密，不明点切片的路。千万不要做切片，千万不要发出去啊，这很难为情的。跟游戏。没事。哎呀，笑死我了！你管人家呢，半真半假，哥哥这样不好。真的，说实话，他老婆真的确实挺幸福的。哎呦我的妈！你也不想当这样吗？我不行，我还是说拥有整片森林吧。我这样子的话，我只能拥有你们2棵树，有1棵树还不行。哎呦我的妈！有1棵树，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拥有整片森林好一点。怎么晚上11点多了？啊？大哥，晚上11点多了，什么意思？没事，我每天都1、2点钟下播呀。对呀，挺晚的了。你羡慕吗？我不羡慕。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好像真的。
对，我的老乡。一笑嫣然同时要嫁几个人？我不嫁，我就不嫁。啊，你不用加，真的不用加这个。我走啦，好，祝你玩的开心。对我玩的特别开心。今天晚上是你敲门还是嫂子敲门？不敲，互相不敲。那有暗号吗？没有，就直接睡觉。哎呦我的妈！你不是能不能隐晦一点说呀？你这样容易封号的。啊？你这样的容易封号的。怎么男人的？不是，怎么叫就直接就？直接叫什么？直接就没有什么暗号，直接就。哎呦我的妈！哦，但我懂了。那我去敲门嘛。啊？那我去敲门呗。对，就是说，还是要彼此敲门，互相尊重一点哈。对，互相尊重一点，对。OK， 好，行，好了，祝好，越来越好，天天开心啊。OK， 拜拜。OK， 好，大家互相点点关注，给港吃巴登点点关注，家人们。对，互相点点关注。给港吃巴登点点关注，谢谢大家辛苦了。那我走了。好，拜拜啊，拜拜。Banda satu. Damang gaskin takut jamu terje pendu kamu red long ni ma lo tso. Peri fansa tsoma gale ka ngal gemo che ma chil gemo che ma tsmele tsoma kha ko ten to dul rumre. Jal tsemo kanso pizza zod gür chishin ma him na ni ma lo tsoma re. So do ta ka ta ji shwe ki me ni ma tende kwanru a shon ma tende kwanru ngo pa ka tsama ma ma la nan zog Жме ka tokari de jiru che ta son niru je cheni son. Cheni niru je. 从明天开始我把这个门巴巴适适的锁下来，对 OK 的。你妈了就是。就你们不这个门不弄的话，天天就这样进来的，对。真的是。点点关注兄弟们，点点关注，帮一帮二帮三三对了，刚着去接着去看出去们能把要求。家人同步你把 game 算了走。但的凭你打人的捏嘴。是。你别你妈了从哪？不懂得这条算热的这个什么？就大几个可当着你差不多的，刚嘛在讲的多。算。下个从那普鲁给地做马红色的点了，还高的。就是安尼啥偏你们的那，你的跑上那在嘛团结卡路啥，觉得那你头只有几大。我才就是么个你妈了，只这个面加把多个。他现在呢用的做老用做，这样子啷个可以个？不对人我给去，再大的可能你咋呢？你那么能进去看路的大，你不可。你妈了做电你个亲戚工人，那拉嘛到了做了，对他那搞了做啥哎帮个？加啥加做干啥个？你妈了做。呀耶！看什么给？看什么？干嘛一直拒绝呢？对，我和节目在一起连麦呀，他说任何人都不要连麦说了。哦，真的吗？肯定嘛，在节目一起连麦的话，他不同意的话，我不能随便连人，这样的话太不尊重他。你那么喜欢他吗？不是我喜欢他，我就尊重他。好吧。人家这个节目会跳酷卡音，你们会跳吗？啊？他这个节目会跳酷卡音，你会跳酷卡音吗？这就是呗，我喜欢学会跳酷卡音的那种。麦可以学吗？我教你，你可以学吗？可以啊。你现在试一下，你站起来。别插头，你等等。哎，今天我那个，好的，我学嘛，发誓学习看。
跳什么样都行噻。可以的话，我们两个可以打 PK， 不可以的话，不是你我走了。先教我嘛，你先教我嘛，但我不会跳嘛，你先教我嘛。你先过去，你今天晚上穿的怎么样？我今天晚上穿的又是一个花花那种的。哎，真的。两个脚跟这样碰下嘛，速度最快的。真的啊，这怎么脚两个一起动是吧？两个脚就这样打一下。哦，我懂了，我懂了。懂了吗？懂了呢。呀，3、2、1。等一下，我把这个摄像头这里。摇到了手的那种，就摇下来一爬松。摇下面你摄像头在那没过来嘛，等一下热的。手怎么弄呀？啊？手呢？手什么意思？这个怎么动作？这个手呢？哦，手是吧？手就直接这样放，开花。啊，就这样是吧？哦，开花。就这样了吗？哦，他脚动一下嘛。脚动了，你没看到吗？就这样吗？这个效果达不到，就相当就这个样。两个脚，哒碰一下。这个怎么碰呀？真的是这样。哦，感觉差不多。那我是刚学的吧？但那个没有那个嘛。哦，不会跳嘛？没事，到时候你输了的话，不要穿这个裙子，换衣服。这个不是衣服吗？就不要穿这个，换个衣服裤子。哦，好的呢。好的呢。我知道你最近有点喜欢我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看是的，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老师。这话个老师别你妈了从，啥这前面的嘞，晓得是个当老师一直都闭麦。能不能帮忙？啥这前上你的嘞，这个没一个是个呢。配了不可，吹了不可。俺说了要走，你讲当然接，你妈了从当老师那事情当我这些事，赶紧去多谢谢。就做这些嘛，大了那你弄不弄看你妈了这些嘛。赶紧去多谢兄弟，谢谢。讲的那些他们一直在找看你。好的，这个打完了以后我过去嘛。前面天就忙了呗我。你妈了，做家常的连接做罗西嘛，那不家常。我说那老师匆匆一直找你了。好的。他匆忙那去嘛，那么他就俺到了牛过来看你。你妈了从这是个词的。我的个女嘛，13个小星星加油，13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13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13个小星星加油，13个小星星加油，就走了的小星星对，小星星等，你们能把小星星等，你妈了，做干的那个去的个小星星追，耶，上，你。加油，2个小星星，最后一个 OK， 3、2、1，开加成双倍嘛，双倍加成双倍，再看着嘛，这都是你妈了总，这么的两个挖机的可几个，墨迹热气球有的话，现在加油兄弟们，墨迹热气球有的话，大家一起加油一下，谢谢你们。墨迹热气球有的话，大家一起加油一下兄弟们。墨镜热气球有的话，欢迎我们的扎子哥。欢迎扎子哥，赶紧去马路，摇下哦，这里。三的半夜到工的拉钢这个哟，刚来娘只要忙的爱你公给你。
真真心。这么好听。想着身边当着他我来要进去是别你讲给公主把的三日的小的用是不等着做了的看你哥哥做你妈了从的等着说大用要么嘛可能落把这利用可用大三个利用可用大等着给么可老完了嘛跟那家人这话学多久人把么个的就那说说的人工通报一动啊动作啊给了嘛的सब कुछ चुन रिपेयर के लवा दो चेशुन सही ना पांचो न्यू पांचो को छाचे न्यू जो रले सही ना लेंगे मत जो मसोनो तोंग रले तोंग सो याजन छाचे यो ना तांगे यों ता तंडा जोले रे करे छा न्यमा लो छों रे ओ नची मग खस दिना गो ह्यो नो नो सो सो कि मना बा哎，你没有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好的好的。总共点点关注兄弟们，总共点点关注，这边1000个人，给他120个人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给他120个人关注一下，兄弟们。3、2、1，来了是家的嘛，点点关注兄弟们，谢谢你们。好。我要这种给你让你浪费时间了，不好意思啊。好，再见。